再來看大洋洲的島國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外交部長張雄雄宣布講，要關掉咱國佇當地的辦事處，擱再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咱的外交部是抗議講，這個決定無成協商，嘛表示講，咱的代表處會繼續運作，嘛會繼續溝通。副總統蕭美琴早起嘛表示講，會繼續來爭取咱台灣的國際空間。大洋洲島國巴布亞紐幾內外交部長昨日發出聲明，用巴布亞中心一中政策關閉中華台北經濟辦事處，也就是台灣為標題，說明這項行政調整是深化甲中國之間互信重要的一步。佮指出，今年是巴布亞甲中國建交的50週年，不過外交部回應無要接受巴布亞的單方面宣布，代表處會繼續運作，嘛會繼續交涉。中國到處在打壓我們生存以及對外開拓國際空間的機會，所以我們這是一個挫折，但是我們還是會繼續做爭取啊。對，不管是海外的僑胞，或者是持續的來擴大我們跟國際之間合作的機會。副總統蕭美琴表示，這對咱國的外交確實是一種損害，會繼續爭取台灣的國際空間。回顧過去，咱國甲巴布亞捌佇1999年7月正式建交，不過因為巴布亞內部的政局變動，敢若維持14天。2006閣爆發巴布亞案，因為咱打算要和巴布亞談秘密建交，煞互兩名中人甲外交公款借去。咱國為1990年就佇巴布亞設辦理處，不過2018佇中國壓迫之下，捌互人要求改名，如今閣互人要求愛關起來。那巴布亞是佇2003就已經關閉駐台代表處，包括管處的一個服務我們海外僑民的這個功能，這都是政府應該要努力去做的。好，所以希望我們的外交部再加把勁。能夠設駐處是雙方一定有一定的協定，要取消也要經過一定的程序。那中國玩弄這種把中華民國台灣變不見的把戲，南非、巴紐都弄過哈。其實巴布亞是台灣非常重要的液化天然氣供應國，雙方經貿往來密切。各位巴布亞進口木材、礦產一直是呈現貿易逆差。台灣嘛，佇當地有農業技術團。它顯示出了中共它會持續希望在南太平洋擴張的一個決心，甚至去影響未來澳洲或者是美國在利用南太平洋的基地進行對南海增援的時候，它可以去利用這一些國家去進行一些阻撓。不過最近中國大規模投資巴布亞，巴布亞閣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南太國家，顯示中國繼續擴大佇南太平洋的影響力。記者綜合報道。